各位車友、司機大哥，大家好，我係森覺覺，歡迎大家嚟到我個頻道。唔知大家平時放假或者返工開車最驚係咩呢？我話你知，我做咗車行10幾年，見過無盡嘅靚車，法拉利、波子、賓士、寶馬嘅車主。大家最驚嘅唔係問老豆借車，亦都唔係路邊嘅相機影超速，而係入停車場嘅嗰一刻。嗱，我而家喺邊？我喺珠海，啱啱去完商場食飯，泊咗3個鐘頭車。你估收費幾錢？答案係10幾蚊人仔咋。有時食夠200蚊，商場仲直接送多幾個鐘頭免費泊車俾你，好似怕你唔肯泊入去咁。但係只要我一開車過關，返到香港，哇！嗰種心靈嘅震撼啊，直情由天堂打落18層地獄咁啊！去到銅鑼灣，去到尖沙咀，甚至喺你屋企附近嘅屋邨商場，一領入去，抬頭一睇，30蚊、40蚊，甚至60蚊個鐘。你入去睇套戲，食碗麵，出返嚟張泊車飛啊，仲貴過你餐飯。到底點解會咁畸形？一樣係大灣區，點解珠海、澳門泊車係民生係福利，而香港泊車好似係開車原罪犯嘅懲罰咁？今日森覺覺唔係同你講經，我用我10幾年車行嘅經驗，同大家硬核拆解港珠澳停車場嘅收費背後嗰個唔可以點名嘅秘密。未訂閱嘅車友記得撳埋個燈泡，我哋而家開車。好啦，我哋先嚟睇睇一組硬核嘅數據同埋背後嘅法規，真係唔俾唔知道，一俾嚇一跳啊！首先我哋睇下珠海，好多車友而家港車北上去到珠海先發現，去商場、去公園泊車收費一般只係3蚊至5蚊一個鐘，全日最高上限好多都係30蚊，真係去到極限先至係50蚊啫。點解人哋可以咁平？因為珠海政府係動用法律去管理停車場嘅。點解咁講？珠海立法通過咗《珠海經濟特區停車場建設與管理條例》，而且最新推出嘅珠海市停車專項規劃（2021至到2035年）嘅草案，一開波就定下咗個大綱領嘅，內容係構建以配建停車為主，公共停車為輔，路內停車為補充嘅停車設施供給體系。講人話呢，就即係人哋嘅政府呢，當泊車呢係基礎設施，係民生福利，係刺激消費嘅大戰略，而且建立咗一個全市統一嘅智慧停車平台啊！推動共享車位，收費係受到發改局嘅政府指導價嚴格監管，地產商想亂加1蚊呢，都要過咗政府個關先至得。再睇下隔離嘅澳門，澳門雖然地方細，車又多，但收費一樣好理智。私家車日間6蚊，夜間3蚊，或者最多10幾蚊一個鐘，最盡都係20蚊。點解？因為澳門有嚴格嘅公共泊車服務制度嘅法律。澳門交通事務局不單止為全澳幾十個公共停車場，好似青茂口岸、中央公園等，制定咗專門嘅行政長官批示規章，甚至近年推行咗便民措施，大規模推出半小時收費模式。人哋政府嘅出發點好簡單，
用標準嘅公共資源管理去改善路面通行嘅環境，絕對唔容許公共泊車位變成商業暴利嘅工具。睇完珠海同澳門嘅長遠規劃同法例，呢個時候我哋轉個鏡頭睇下我哋心愛嘅香港。香港嘅停車場，除咗極少數係運輸署管轄嘅舊式公共停車場之外，90%以上都係自由市場，每個鐘30蚊係基本消費。去到中環、尖沙咀超甲級商廈，直情可以收你60蚊、70蚊。香港政府有冇為停車場收費立過法？有冇為基層市民養車成本設個上限？答案係完全冇。香港秉持嘅所謂嘅自由市場、純商業行為，結果就係人哋珠海、澳門嘅法規係保護市民、鼓勵消費，而香港嘅自由市場就變咗地產商同房託基金合法冇上限咁樣去消費我哋呢班小車主，俗稱嘅囤積居奇。更加離譜嘅係，有時以為你自己揸緊架普通嘅日本車，但拍1個月嘅月租，居然可以4000、5000蚊。呢個價錢喺珠海可以租到一個3房2廳嘅無敵海景單位啊！師兄，但係香港只係夠你租一個停車位，俾你架車面壁思過1個月。咁好多車友就會反駁我啦，深角角、中環啊、尖沙咀啊，地價貴啊嘛，收得貴好正常啫。好，中環貴我忍你，但係點解今時今日連香港最基礎、最貼地嘅屋邨停車場收費都可以年年加，貴到一般打工仔都大嗌頂唔順呢？咁呢度呢，我就要講一段歷史啦。以前香港嘅屋邨停車場全部由呢個政府房屋處監管嘅，收費好貼地，目的係為咗服務街坊，作為基層福利。但係直到好多年前，政府決定搞私有化，將呢大批嘅商場同停車場打包上市，變咗一間大家依家每日返屋企去屋邨商場買餸都會見到嗰個綠色豬膽形標誌嘅大型房託基金。今日深角角就決定喺度唔點名啦，希望大家心照啦。自從呢個基金接咗手之後，商業行為就變咗唯一嘅標準，佢要對小股東負責啊嘛。點樣交出漂亮嘅業績？最快最無本生利嘅方法咪就係加租咯。商場加租，小商戶就話頂唔順執笠啫，可以變返連鎖店。但係停車場加租，我哋呢啲基層車主、貨 van 司機、搵食車就要全部硬食啦。試問喺屋邨附近，又何來有停車場嚟同佢競爭啦？簡直係獨市生意啊！呢啲當原本屬於民生配套嘅公共資源，當成地產商同金融市場嘅吸金工具，香港車主噩夢就正式開始啦。結果就係人哋港珠澳大橋嘅對面就喺度鼓勵消費，我哋香港呢，就喺度消費車主。好多人講到呢度呢，就會話啦，深角角喺香港開得車又預咗貴㗎啦，嫌貴你咪唔
好揸咯。呢句說話呢，其實都幾尖酸刻薄㗎。好多老司機、貨 van 師兄，或者好似我哋啲做 sales 嘅同行，開車唔係為咗炫耀富貴啊，而係佢哋真係攞嚟當搵食工具啊，甚至乎係全家老少嘅生計嚟㗎。停車場不斷加租，引發出嚟嘅連鎖反應係咩啊？就係大家索性唔入停車場，嘗試抄牌嘅風險就咁擺喺條街度，結果呢條街又塞，差人呢又要焗住去抄牌，市民同執法者嘅矛盾呢又再加深。講到底，呢個唔係車主嘅問題，而係而家整個城市嘅規劃同商業壟斷嘅深層次矛盾啊！一樣係大灣區，內地同澳門政府呢就懂得宏觀調控去保障基礎民生，等市民開車嗰陣呢就開得開開心心，帶動整體消費。而香港就任由自由市場同大地產商將最後一滴油水都揸乾埋。我哋成日都講大灣區融合，除咗融合個牌照、融合個通關之外，香港嘅管理思維係咪應該向隔離鄰舍學習下呢？點樣將商業利益讓到俾民生便利呢？好啦，講到呢度，心覺覺都差唔多到達目的地啦，要入閘啦。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唔係想煽動啲咩，純粹係作為一個揸咗10幾年車嘅老司機，見到兩地收費停車場嘅巨大差異，不吐不快。各位車友、司機大佬們，你哋平日喺香港拍過咩最地獄、收費最貴，又或者加租加到你最大火氣嘅停車場係邊個呢？歡迎下邊討論區留言，大家一齊圍爐取暖，發洩下。如果呢一集反應好嘅話呢，下一集心覺覺呢就同大家實地對比下珠港澳3地嘅油價同新能源充電嘅配套，睇下香港養車嘅成本究竟係點樣，係咪繼續冠絕全球呢？記得點讚、分享同訂閱我哋心覺覺頻道 SKK。我係心覺覺，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